好，来继续来看中国以病虫害来做借口，禁止咱的往来冷物甲食客进口到中国，造成咱的农业损失。虽然政府要求中国要提出证据，但是中国一直拢无回应，所以咱的政府就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来提出特定贸易的关切。世界贸易组织嘛来证实，已经把咱的提案列入到11月议程。即摆就期待世贸组织介入协调了后，会有一个好结果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到苗栗的龙凤渔港视察观光园区，针对中国禁止台湾往来冷物和食客进口，中国一直无法度提出相关证据，所以台湾向 WTO 世界贸易组织头一摆提出特定贸易关切。因为中国没有依照相关的国际规范处理，那我们多次的要求两岸要坐下来讨论解决。那两岸的这一个机制里面无法解决，所以我们只好到 WTO 的多边的这个机制来解决。中国自3月初1开始，先禁止台湾往来进口，讲有病虫害问题。接落来9月29日讲，冷物和食客有居心暂停输入。农委会防检局强调，台湾出口的农产品拢符合国际规范和中国的规定，而且已经使用输出强化措施，对中国暂停输入严重影响贸易，嘛无符合科学证据和国际规范，所以提出特定贸易关切，嘛得到 WTO 证实会摆伫11月初3到初5的例会议程。已经在10月13号递件，那现在已经正式成为 WTO 例会里面的一个讨论的议案。我们期待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WTO 的国际组织来获得相关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根据 WTO 的规则，特定贸易关切是会员伫两边的主商拢无成果的时，就会使伫食品安全检验和动食物防疫检疫委员会上提出问题。在议程了后，中国就有义务针对问题作出回应。